现在这个是菜粽，对。然后会加上这个。卢小姐，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哦，我们圆环定这间菜场哦，它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民国43年。那是婆婆的手上开始的吗？是我婆婆她的公公开始卖的。所以你们现在是第3代。对。安从安尼搞进几单了？大概快70年了。快70年。对。你说你们一开始店是从哪边开始？就是从这个旧的圆环，之前还没拆，民国那个50几年的时候，这个是旧的圆环。这个圆环的名称是什么？就是圆环顶啊，所以我们的店名是这样子来的，就是圆环顶。后来你说拆掉，拆掉就变成这样子了。拆掉之后，这边就政府就有规划一些就一个圆环在这边嘛。对。然后我们就把店迁来府前路上这样子，才慢慢找这个店面下去营业，这样子把它比较大一点，这样子。云岭的糯米，那是你们怎么特别去选的吗？因为我们有配合很久的厂商，他会把比较好的食材留给我们，因为我们长久配合嘛，所以他会把比较好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喜欢的什么材料，所以我们都用我们国内的，不会去用外国的那些什么越南米啊什么之类，不会，我们都会用我们国内的，所以他那个厂商会特别把我们的食材留给我们这样子。那菜粽的那个花生都很大颗，而且又很松软好吃，这个秘诀在哪里？就是要用我们国内的啊，不要用进口的啊，要找好的那个厂商啊，就像北港那边的啊，北港那花生是很有名的啊，我们配合的厂商也都在那边，所以他们会把我们要的东西特别留给我们这样子。因为我们要求他说，要是说遇到雨季的话，通常也不会说有的遇到下雨太多的雨季的话，它的花生也有时候会进到水嘛，所以有时候会比较不松软。可是他会尽量把好的留给我们这样子。